仔伫家己太保顶个月底是发生有一个5个月大个红婴仔，互年母带转去厝里照顾了后，不明原因死亡。检方验尸了后，初步是认定这个红婴仔身躯无外伤，所以应该毋是虐待。毋过家长即马是怀疑讲，有可能是年母在饲奶的时，害囡仔去砸到鸡死。伊嘛呼吁政府应该强制托育场所拢爱斗监视器。我想要去被解剖而已，我真的解剖才能知道真相。这5个月的查某囝互解剖，妈妈是有够伤心。家长无法度理解，囡仔送去互顾迄天明明就真健康，来去灵母遐才4点钟就无名。这个受托的灵母有疏失。小朋友这只有哭，他根本就不会说话，他哭就是在跟你求救。你如果愿意，那时候赶快放下手边工作，过来看一下我的小孩，我相信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家长指控讲，顶个月2日，囡仔早起8点左右到灵母因兜，4点钟了后，就接到保姆用来通知讲，因囝面色白苍苍，无喘气，无心跳。保姆虽做急救措施，嘛叫救护车，但是囡仔嘛是救袂转来。为着要查原因，家长忍受悲痛，互囡仔解剖，嘛呼吁政府应该强制要求托育的场所装监视器。托儿的地方应该强制安装监视器，并上传政府云端，除非有异议事件，家长才可以要求调阅监视器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也是对保姆比较公平的，因为在相关的法令里面没有强制要求保姆必须要装置监视器，但是在我们的一个辅导措施里面，都会积极劝说。官府表示讲，这保姆除了查某红婴仔以外，另外受托的2个囡仔已经转予别人顾，专案正在调查厘清。若是保姆确实有疏失，一定会救办。针对托育的场所装监视器，目前无法院的依据，会向中央来反映，嘛会甲鼓励保姆装监视器，来做刷落来重点的辅导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